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19，诗篇119篇145节安尼讲：耶和华，我专心求告你，求你应我。我要谨慎守你的律例。三甲来祈祷，愿专心求告你来应阮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对创世以前就日满阮，你是阮未出母胎就拣选阮，你是伫阮一出世就定着阮的道路，主啊！因为你是掌管阮的生命的主宰，你是全能的上帝，你是永在的天父。主啊，愿伫你的面前要来学习你，阮一生要来服侍你，也要尊叹你的教示，时刻尊你最大。主啊，愿伫患难中求告你，愿求告你的名。你对天理听阮的声，阮的求告入你的耳孔。主啊，阮专心求告你，求你应阮。我要谨守你的律例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